哦，佛已知，哦，自己呀，就已经证悟了以后，那个就已经呢，此是苦，佛已知，自己呀，我已断，此是昧，我已证，此是道，我已修，所以啊，这个三转12法轮，叫苦集灭道。各位有没有听过啊？没有啊。我们真的还是这个一跳啊，就跳得很高这个都是一些修到一个基本，我们呢这个基本认识啊，可能都还没有经过，我们就直接跳到佛地了，所以这个苦集灭道。然后底下呢这个无智啊亦无得，各位先生，这个无智亦无得啊就是菩萨法。那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。各位有听过六度万行吗？这个倒比较熟了所以呢，我们都比较进入高阶层的那个修持方法，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然后这个每一个它的内容也都有3个本来我们还想说详细的讲，可是没声，所以简略。以无所得故就是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在这个修道很努力的修，然后一直到达圆满菩提，就归无所得。你到达最高的度啊，你假如说还有所得的心啊，那你就是还没成就了。你已经修到最高的时候啊。你修到最高，就是恢复你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个状态，已经全部都恢复了就无所得，全部都无得这个无得就让你已经恢复本位了。所以我们追求就是追求到恢复本位就是归无所得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那